启明新声，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启明新声节目。那么呢，咱的这个台湾的疫情COVID-19 的原本台湾算是咱全世界防疫的模范生啦。但是自5月份这个疫情爆发了后，到今嘛呢，已经有了这个病例15000多例，然后死亡的人数呢也700多，将近接近要800了哦。所以到底呢，咱台湾的防疫是出了什么款的问题？啊，然后呢，咱来变做3级了后，今嘛虽然降为2级，但是呢，真中间呢。哇，足侪行业拢无法度经营啦，所以呢，咱的经济面上拢出现问题。咱今仔日就邀请到中级的民意代表，到咱节目当中，甲大家来探讨，看后续是要安怎应用安怎来解决。好，咱今晚再来欢迎立法委员陈亭妃陈委员，欢迎你。学姐好，我们所有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喜当伫咱启明新声，甲大家来见面尤其这个是我们疫情过后第一次对啊，对啊，没错啊，因为之前3级的时候考量到这个安全的问题，所以我们其实公司就是有一段时间是没有录影的，所以你看连我的这部录影拢受到影响啦所以大家都很遵守中央指挥中心的防疫规定，所以都因为就是不要群聚，连我们的电视节目啊很多啊，不止我们地方，其实很多的电视台说真的都停止录影，然后到了2级警戒之后才慢慢恢复。对，所以到3级这一段所以亭妃，其实你这样子你是给总嘛其实还是要为民喉舌，还是要为民服务。你看你总，你其实看到咱台湾这个状况，就哇3级之前还没有的时候，台湾就是看全世界都哇生活都很不自在啊，什么都受到限制。结果咱台湾呢，大家拢想袂到5月份开始哇也袂当去餐厅食饭啦，夜市也袂当营业咱做这种本来生活就较困苦的民众。哇，他们变这工他们也没有这个生计都有问题的，所以我们今天真的要好好的来探讨一下，说，到底我们防疫出了什么款的问题？原本模范生呢，开始变这工咱变这3级，然后大家的生活都受到限制。所以1级开始咱今嘛7月27号，我们已经就调降为2级，但是因为现在中央可能考量到说地方的一些问题，所以他这个防疫的裁量权还是有放给地方，所以可能很多地方的做法不同。所以其实你怎么来看待说我们这次从3级降到2级这样的调降的政策？其实咱真正就感谢到咱台湾人民真正是做团结的啦。其实去年咱会当讲变成全世界防疫的模范生讲这嘛是咱台湾人民所共同努力的，就是咱拢戴口罩。对啊，我们都戴口罩，我们把口罩戴得紧紧的所以咱会当搁用咱的口罩，国家队把口罩搁会当上国际做咱的外交所以其实伫这段时间，我们有很多的回响这个回响说从疫苗的捐赠立陶宛很多中欧国家来协助我们，然后捷克啦等等其实这就是我们过去所做的，因为我们疫情当中受到全世界的肯定那也因为这个样子，所以全世界拢看到台湾，就会知影讲哇，台湾跟中国完全无同款无同款伫倒位所以其实对去年因为大家团结，但是今年伫5月份那么做遗憾的啦就是因为这个小破口但今嘛当然啦我们必须讲的，当整个疫情结束之后，这个破口怎么造成的，一定要检讨而且该处分呢，该处罚呢这个绝对不能有任何的一些打折扣的地方但是因为咱今嘛就是大家拢在防疫疫情先甲控制来较重要啦，追究责任啦那个部分就等到疫情完了之后我们来追究了对其实当然当时候的这个破口大概都有足侪的揣测啦但这个揣测说真的到目前为止啦我们认为说在那个破口不论是5+9或是3+11，现在大家拢讲就是3+11啦其实我说一句公道话啦依照不论是5+9还是3+11啦其实所谓5就是说你这个在隔离，你要接受隔离，机师或空服员要接受隔离5天，然后9天就是自主管理，在家自主管理。可是自主管理你不可以拍照，你就是在家，因为我们知道说
每一个这个机师或空服员，他的生活工作状况跟我们是不一样的，因为因可能随时拢爱个飞出去，所以你若讲会叫伊爱隔离14天，好，说真的，对他的压力，可能伊还没隔离了，伊就该飞啊，所以当时候会用所谓5+9，再把它变成3+11，就是说你隔离3天，对啊，但11天你是爱自主管理的，其实这些决策，好，这个问题会造成今天这个破口，是因为这些机师，你为什么在自主管理的时候，自主管理是袂使出去的，结果你讲逃走处理，它造成的这个问题，你若乖乖当处。然后这个接受管理，然后接受相关的检查检测，然后真的14天完之后，好，立刻出去，今天不会有这个问题。所以其实这个状况，然后再加上诺富特当时候你所谓的机师检疫旅馆那个防疫旅馆，等于讲你伫第二馆，你是全部应该都是互你呢。机师跟空服员底下咧自主管理的，对，或是底下咧隔离的，好，你们就看你们怎么去处理。就是规动，就是恁家己咧做防疫的，可是你竟然，但是一管是咱一般的旅客咧带，结果你一栋第二栋带了无够，你赶快刷来第一栋，你没有分流。你虽然说你今天所做的工，哇，我的做这个防疫，结果你所做成竟然是。有混到的状态，你一罐的是一罐，你一管的部分，你虽然说不啦，我有去站牢，那个不是那个，基本上该怎么做就是怎么做，SOP 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所以今天造成的这个破口，要不要处分，要不要检讨，我觉得这个一定要，对，好，可是我们现在先把疫情先稳定，先解决。那今天你说从3级到2级。这若无咱台湾人民大概配合嘛，无可能啦吼。对啊，因为大概知影讲，我们的这个配合的当中，大概所有的餐饮业、所有的店家几乎拢半休困啊，半休息状况啊。对。啊，尤其上款迄更加拢唔免讲啊，因为你都无观光客嘛，没有外面的观光客，我们国内旅游也都停摆，就是袂使群聚啊。袂使群聚就是袂使出外旅游嘛。那既然不能出外旅游的话，那很简单，就是没有人，就是没人。没人一下，那你又不能内用，你的那个餐饮业不能内用。对。不能内用，其实我们问了很多我们餐饮业的好朋友，伊讲吼，因虽然有转型做便当啦吼，但是。你便当甲员工的薪水，因为你要做便当，你嘛是爱食的人啊，你也袂使讲，你刚刚叫一个师傅来做便当啊，那问题接订单这些行政工作相关的什么配送啊等等，这怎么办？所以还是一样，这些人还是要来，所以薪水一样，然后但是便当你的那个成本就都。整个都拉低了嘛，就是说你所谓的这些便当，你不可能解便当哦，每下过来1000块，那都不可能嘛。所以他说，其实这个2级警戒让他们可以稍微好像有一点可以内用，这样子虽然还是要做到防疫，对，就是我们的指引，中央指挥中心的指引，对，但是还是一样，当有做指引的话，基本上应该干嘛有几个人客。还比他们当时候那两个月的便当，还有收入啦，就是说打平的机会比较高，而不是说在便当这本东的时候，几乎就是兜结啊。所以其实为什么指挥中心它会让各县市去做所谓的一些行政裁量的部分，因为指挥中心不可能说一次针对所有的管区。然后都可以定到很细微，因为中期不是行政首长嘛，他只能定一个高位阶的，对，然后一个所谓共同遵守的指引。好，我的点工你要有隔板啊，你如果真的要开放你外食的就是内用的话，你就要有什么样的一个指引，隔板啊多少的距离啊，一个人跟一个人之间当中要怎么去间隔，他只能做这样子，然后要戴口。进去的时候，可能口罩也要戴着，但在食用的时候才可以拿下来。对，然后要量体温等等这些指引。可是总是他定的是一个高位阶的指引，好是说如果你开放
内用的话要怎么做，是这个指引。可是每个县市都不一样啊，每个县市所遇到的疫情冲击都不一样啊。你像台北市跟新北市，他就觉得他们还没有那么稳，就是在疫情的稳定状态还不够踏实，也就是说有一些可能过去的疫调或是社区感染的状态，他们还是要掌控，把它掌控得更稳定才敢开放外食。所以台北跟新北的做法就不大一样。那其他县市他觉得他可以有所掌控，所以他就依照他们的行政裁量去做处理。那包括说你到底夜市要怎么去开放，然后所有的相关的一些周边的配套要怎么去处理，这些当然就是由行政首长才能那么的仔细，然后这个细节做得非常的好，才能保障到每一个县市的市民嘛，哈。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中央跟地方配合，然后中央定一个最高标准，然后下面由各县市去定他们配合可以适合他们适用的一个行政裁量的一个处理方式，该开放的开放，不认为不应该开放的就不要开放。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彼此合作，而没有所谓的什么叫顺时钟逆时钟。当时哇，这个公布之后就说你看谁又顺时钟，谁又逆时钟。其实我觉得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解读是非常不公平的，因为说真的，我们中央跟地方我都待过啊，我地方的议员、中央的立委，其实每一个人的权责就是不一样。如果全部都是中央定，那要县市首长要干嘛？对，所以你今天分层负责，那当然指挥中心也要定一个标准，否则我要你指挥中心干嘛？你没有定一个标准给我，我怎么去执行？你没有定一个指引给我，我也没办法去做。所以这就是中央跟地方各司其职，然后把这整个防疫做好，才能说，到8月9号是2级警戒，我们也期待啊。现在是微解封，微解封，我们也希望到8月9号，我们可以在这几天又收到好的讯息，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再降级，或是我们的解封程度可以更广？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期待。尤其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到8月9号前面还有一个8月8号父亲节，要拜托大家，因为我们现在很担心，因为每到节日，大家就会心情比较愉快一点，而这个注意防疫的动作就会比较松懈一点，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当陪爸爸去吃父亲节的大餐的时候，还是不要忘了有些相关的防疫还是要做好，而不要说一次的父亲节回来之后，我们的案例又暴增了。那其实这个都是我们所担心的，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说，我们大家彼此约束一下啦。就是说，约束完之后，短短的辛苦，我们可以换来更远的这个大家很开阔的一些空间这个是我们比较期待的。所以其实国外他们其实也觉得台湾好厉害，虽然这2个月我们过得很辛苦，可是在国外他们看我们是，你们怎么可能这么短的时间就从3级警戒变成2级警戒？而且这个还是如果依照他们的标准，几乎我们都降的级数都很多了，都要很多了。可是因为我们就是为了害怕，我们还是要稳扎稳打，所以我们的级数没降那么多，而且还只是微解封。可是依照他们看的那种比例，就是确诊数的比例，还有死亡数的比例，他们觉得说，台湾真的是，难怪人家去年会是模范生。对，模范生，就是说，台湾人民真的够团结。虽然说真的，自己被做很多的限缩，心情难免都很不愉快，而且会觉得有一些抱怨。可是，在抱怨不愉快当中，还是都配合政府的政策。我觉得这就是台湾人民最可爱的地方。对，没错。所以模范生有时候也会突锤啦，但是事后我们要怎么补救，把它做好，还是继续做模范生，这就很重要。刚婷飞有讲到说，这个父亲节这个真的，因为我们上一波好像在母亲节过后，母亲节真劳工。
那个劳动那个，对啊，那个五一劳动节，对对，哇，都是那个节日，这个大家现在都不能松懈，对，只要遇到节日，大家就是没有很注意的话，对，这个疫情可能会再爆啦，所以大家都特别小心。好，那一开始婷飞有讲到说，现在我们防疫最重要，但是呢，之后还要来追究责任。那刚你有讲到说，包括就是说，5+9变成3+11，那其实问题你有点出来，出在这个机师自己没有做好自主管理嘛，欧北照啊，对，然后另外就是说那个，对啊，诺富特的那个第一栋、第二栋，他就是这样子给你乱搞，所以这个责任要追究。所以到底我们的防疫问题还有哪边啊？其实当时候的破口真的就是在这里，就是在这边。我们说真的，我们也不能去隐瞒了哈，因为其实我们也真的非常的生气啊哈，在当时候我们也觉得说，你看，就是我们原本真的对于机师跟空服员，我们认为说他们的工作形态跟我们都不一样，对，他们随时飞来飞去，你总不可能说让他们永远就是在隔离，对，尤其他们可能这个还没到隔离时间又要飞了，所以我们是体谅他们的一些工作状况，对，可是就是有几个真的比较不爱惜自己的，可是你不爱惜自己又等于又害到别人，这个是让我们大家是比较生气的地方，然后造成说。我们大家这样子必须，一下子必须2-3个月都完全台湾的整个经济形态整个被改变了。过去我们其实如果没有办法，去年的时候没有办法国外旅游，可是起码我们国内旅游还很 OK，大家还觉得说，你看台湾好幸福哦，别人没有办法拍拍照，台湾可以拍拍照。对啊。可是这2-3个月确实我们也没办法拍拍照。对啊，没错。就是完全没办法，像我们都被。要求就是说，你绝对不能，因为说真的，我们本身常南北这样子跑嘛，南北这样子跑，我们也很担心，我们自己会变成是那一个传播者啦，就是说，因为你不知道当时候最紧急的状况的时候，其实北部是压力很大，而且又当时候被传出说，我们立法院还有人有助理被确诊，就其他的办公室。那时候真的压力很大，连我都觉得说，我们这样子拍照的时候会不会去影响别人？所以几乎我们只要从台北回到台南，我几乎就是自己关在家里面啊。哇，对，就自己关在家里，我们还是会担心啊，不要我们自己又变成另外一个破口。那当然，这当中我们很多支持者还是都很体谅我们，尤其都知道说，我们这一段时间我们自己也要做模范啊，总不能说我们叫人家不要拍照啊，结果我们自己拍照，所以这一块我们支持者其实选民真的都很体谅我们，包括很多就是公祭啊，现在没公祭啊，活动结婚活动都停止，然后社团活动停止，所以真的就是因为大家配合，那我觉得说让大家这么辛苦，那个源头到时候在整个疫情告一个段落的时候，我还再一次强调，大家放心，一定会把这些该处分的，然后当时候没有做好管控的，一定要把它揪出来。尤其大家看到的似乎是华航，对，华航跟我们国家有直接的关系，它不是完全民营啊，那跟我们国家是有直接的关系啊。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更在我们自己的航空公司去发生这个事情，我觉得更是要给人民交代。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没有任何妥协的空间。该检讨的、该处分的，我觉得就是要做。对对，好，这一点就是我们人民等疫情过后，我们再来解决、来追究责任，那就到时候要请婷飞好好的来监督了哈。好，那刚一开始你有谈到说，像你知道的啊，很多那种大餐厅、大饭店，然后他们的餐饮都变成便当。对。但是这样子其实像我们认识的很多朋友，有的说1个月一间餐厅，然后为了把师傅留住啊，1个月要撩狗咋办呢？哇，真的是，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可能真的要关了。那其实我们有看到有些店真的名店，冠军牛肉面之类的，它都关了。对，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像我们那个健身啊、运动体育，就是可以接触到美容等等好多其实都是受到影响的那观光旅游更不用讲那你就是在服务处的话其实你这样服务人民，其实你听到更多的民众的心声，对不对？对，那就你看到的，你听到有哪些，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说真的，我们在服务处尤其当纾困一出来的时候，我们电话真的接不完因为很难说可以用一个方案去把每个人都照顾到，这是我们觉得最遗憾，而且最没办法说。其实我们在服务处，我们都希望说是不是可以想一个很好的方式，给行政院说，我就可以每一个人都照顾到，全部都照顾，但是很难，因为每个人状况不一样，对不对？真的都不一样，而且受到的冲击就不一样。对，所以你说要有一个方案去解决每个人，其实是不可能做到的。对，所以行政院就用很多的方案，针对劳工，针对餐饮。针对企业，有所谓的补助，也有所谓的贷款，是，但是这个部分就是有门槛的问题，所以其实我们接到最多的就是说，那个门槛我们根本都达不到，是，对，而且你像我们前阵子设得太高了吗？你觉得呢？就是条件，有些其实我们现在才发现说，很多的条件。你不一定每个人都达得到，我就举一个最简单的，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前几个礼拜，我们几个立委几个比较友好的立委，我们就认为说，从地方上接到一些陈情案，我们就开，因为现在没办法开记者会，我们就开视讯记者会，然后把这些问题把它丢出来，然后让行政团队可能他们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接到这么基层的声音，所以我们就几个立委，我们大概都是区域的立委，那等于区域的立委可能服务处手机接的电话就特别的多，所以呢，我们就跟行政院做一个建议。那我们接到的其实最多的就是简单就是餐饮业，所以我们现在也要求餐饮业，说真的，虽然现在慢慢可以恢复内用，它没有办法一次到位，因为前面2个月实在是，你看好多的名店都关了，老店都关了，因为撑不下去了，所以一定要再纳入纾困5.0，好，现在是4.0嘛，就是一定要再纳入纾困5.0，然后有一些艺文团体，像我们前阵也接到一个陈情案，就是说，他的条件，就是说你不可能，因为公务人员，我们必须说，公务人员不像我们说你来我的发楼里，你来我的发楼里，不像一般的民间团体嘛，他还是有一些压力，因为公务人员最怕的就是说图利啦，好，所以他其实要发这个补助款，其实我们知道说你就很需要，可是他还是要设一些门槛，就是说比赛规则或是条件。就是说你今天这些规则定了之后，你有符合条件的，我才可以发给你。那他公务人员会觉得，我没代志，因为你等符合条件，我发给你，我就不会有图利的问题啊。否则如果说你没有设了这些条件，万一像我没拿到，学姐有拿到，那他就去告诉，那为什么学姐有拿到，我没有拿到？你的条件在哪里？那如果没有定条件，我告诉你，现在。民意高涨随时就去检调给你检举说你看不公平，他有我没有，这就是图利。所以有时候在发这种补助，我说真的，我们来自基层，我们都很体恤到大家的声音，都很希望能够把每一分钱发到大家的手上。可是遇到公务人员这样的一个所谓他们自己的这些心里的那个坎。就是说我没有定这些条件，没有定这个标准，我根本钱就发不出去。对，好，我没有一套的 SOP， 所以他就要定一套的 SOP。可是这个 SOP 定了之后，一定就有人符合，有人不符合。对呀。好，你像我如果定23000，那我说为什么你定23000？那你定23000，那我是不是在这边缘的？对啊，我多出了1000块的，我就没办法了。对啊，但实际上他是真的也有困难。对，所以就是说，对，但他也有困难，所以你就会接到这些很无奈的电话。我明明知道他真的很需要，可是公务人员又必须定一个门槛，但这次有放宽哦，今年又比去年有放宽哦。可是问题是，今年所受到影响的层面跟人数又增加。你像说，我们就用旅游业，你说他每一期，他用旅游业每一期大概影响到的大概是5000人，每一期哦，所以光这3个月，它影响的就15000人，只有是旅行哦。
在这个国内旅行的而已哦。对啊，相关的产业这样子。影响就15000人哦。那如果你再把餐饮业再加进来，然后再加其他，它影响的层面变得是很广。所以我们才会说，我们就变成是一个夹在中间的这个。所以我们也建议，也希望说，可以放得更宽，条件放得更广，然后呢，基本上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因为纾困就是救急，对啊，所以发现金，救急发现金，就是说赶快把钱到你的手里面。那这一次又有一个那个家庭照顾的那个津贴，就是等于你如果说这个小孩子因为就是没办法上课，你在家里面要照顾小孩子，没有办法去上班，那么就有一个1万块的，对，1万块的。那这个部分就是说，这个去年就没有，就是说今年因为就是没办法让你上课，去年其实也有一段小小的时间是那个停止上课的，可是他所受到的影响没那么广，没那么长。这一次那么多个月，说真的，家长都觉得说，现在慢慢感受到老师真的好伟大，对，因为在家照顾小孩，对小孩翻天了，对啊，因为毕竟遇到老师比较不敢造次，遇到自己的爸爸妈妈，大概就觉得好像看到，而且看到阿公阿嬷更不用说了，大概就觉得自己是小老大这样子。所以其实因为这一次的疫情，所以其实大家的感受真的有很多不同的心里面的委屈啦，真的每一个人从这个工作，或是在整个你的职场的所遇到的状况，或是老板，其实每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所以其实我们希望说纾困能够把它面做广以外，其实重点就是后面疫情结束之后，还有一个叫振兴。对，我们在去年就有纾困振兴。对，那因为我们之前所受到疫情影响是几乎是比较稳定的，是没有的，所以呢，很快就可以振兴了。对，那现在大家就开始说，那到底振兴是什么时候要振兴啊？对呀，是不是快一点？要怎么振兴法？是不是可以快一点？所以我们也一直提醒行政院说，配套拜托要做好，现在要赶快拟定配套。今年这个3倍券还有吗？有，现在已经开始5倍。对，现在拟定的是5倍券。那很多民众他会觉得，像那个桃园议会，他们就提案通过普发这个现金嘛，大家民众会想说，我拿现金比较实际啊，那为什么每一次就有人会抗议说，我还要拿1000块，然后再去换5000块，然后拿券？对，这个部分的考量到底是什么？这个部分其实2个部分了去年像今年我就认为说了就是纾困的部分发现金，像去年一样，对，纾困发现金，然后振兴阶段发券。那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区别啦？我想现金是救急，救急就是纾困。振兴是要怎么让我们彼此能够把这些消费市场恢复再活络起来，对，恢复活络，你恢复活络才有工作机会，有工作机会才可以再多养好几个家庭，这个叫振兴。振兴，对，振兴就是把我们的整个经济产值提升，要带动起来就对，要带动起来。如果拿到钱不去买没用。没错，他如果放在口袋，或是完全就是从电商平台过去了，对不对？那就没有回流到市面上，我们的市场经济。那我没有回到市场经济，那等于我们的市场经济没办法活络没活络的话，那工作机会要从哪里来？所以其实这个是一环一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讲说，其实纾困跟振兴这2个阶段是要有不一样的区别。可是协助的产业的积极度是不变的。好，纾困的积极跟振兴的积极，这是一样的，一定都是要并驾齐驱，也就是配套都要做好。所以你在纾困没有做好的，我们也提醒行政院，你要赶快现在把前面补强，把振兴这一块把它补强，补强完之后，让我们的产业可以复苏，让民众可以重新找回我们对政府的信心。但是我个人是比较不赞成，我也给行政院建议说，
不赞成说之前我们去年是1000换拿1000去换3倍券，对，那今年也是预计说要用1000去换5倍券，哦，这个我就比较不那么支持。但是说真的，我就说我们目前立法委员目前就是只是反映、监督，只是说希望给他们建议。可是最后决定都是在中央跟地方，任何的一些相关的这个振兴纾困，你像地方政府自己也是有这个权责可以发一些协助的一个方案呢。这个我们也都只能建议啊，市长发不发也是市长的问题啊，然后中央也是啊，我们只能跟他建议啊，说因为今年比去年真的所受到的冲击更大，对，所受荷包1000块去换5倍券，你觉得他直接发？我认为就是直接发券，就不用再拿1000块，对，就直接发券，也是券，也是有振兴嘛，对，因为你拿1000，因为今年真的大家荷包都缩水，这2-3个月荷包都缩水了。这就没有工作啊，很多的产业都受到影响了。那他为什么坚持要拿1000块？大家都很疑惑对，所以我就说，行政院，当你如果最后我们这样的建议，我们其实很多委员建议，都很多建议，对，很多委员建议就是说直接发券，对，如果直接发券，然后这样的一个建议你没办法接受，你最后还是决定1000要去换5倍券，那么你要对外说明清楚，不要造成误会，不要变成破口，好的政策又变破口。对，这个就是我们，因为你最后的决策一定有你的理由嘛。你的理由，像我说真的，我会去帮他辩驳的，就是说为什么这个纾困是用现金，振兴是用券？对，这个当然现在很多的政党在野党就开始说，当然要发现金啊，这当然是上好的当取信于民的，或是讨民众欢心的。可是问题是，执政团队要看的是全面，对，就是说我可以让你因为每个人一定都要消费，我也没有限制你说你1个月就要马上消费完，没有，它有一个时间，对，那你就拿去消费，就等于也是现金使用，所以这个没有差别，可是你可以回流，所以我不知道说大家那个国民党就说你发现金你就袂当无相信人民，伊把现金怎样放你那底下无退出来？我说你真的都是把它做错误的解释啦。我讲做错误的解释，其实不是这个样子，而是说你把它什么叫纾困，什么叫振兴，把它的精神很清楚的分别出来，那么你就会有那个价值跟精神跟意识，怎么去把它做一个更好的推动。听完亭妃讲之后，我们相信民众对于纾困跟我们振兴这一块比较了解，也比较能接受所以后续啦可能就是说，没错，我们拿振兴券这个是可以振兴我们的各行各业，对，但是这个1000块去换5000块，这个1000块就可麻烦亭妃去把关一下，很多人都觉得说这太麻烦了。我们会建议，对，我们一定会建议，就要麻烦亭妃。对啊，而且其实当我们今天把整个资金回流的话，其实我们要想到的是，其实也帮到我们自己的小孩。对呀，对，因为你资金回流之后，当整个复苏之后，整个产业活络，经济活络，其实我们的小孩子才不会感觉到说，怎么整个台湾还有城市都死气沉沉，他才会有信心去面对这样的一个发展。对，没错。尤其我觉得最可怜的是今年那个毕业要求职的，对，没错。这个时候怎么找工作啊？人家都已经都快要关门了对不对？所以真的是要靠亭妃在立法院监督帮大家，帮年轻人这个找工作的。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疫苗。亭妃，你打疫苗了吗？我还没，因为我是那个申请高端对，我当第一时间，因为其实它是国力的延伸，因为国产疫苗是国力的延伸说真的，我们一直在说，并不是像最近很多人说你要打什么疫苗，我说我打高端，说你是您监管我给您编明，我说没有，很多人都会觉得对这。不对，大家都想说，这有安全吗？你是立委，你敢打吗？对，然后说是不是有压力？我说你可以放100个心。中央现在民进党讲的是人权，是他绝对不会逼迫你去做说你这种打到我们人体当中的，然后逼迫你要去打什么没有。是，但是呢，
为什么我们要发展国产疫苗？这也是蔡英文总统所讲的，就是说为什么蔡英文总统自己也去登记国产疫苗，好高端，因为不要忘了，现在为什么我们会让大家感觉到说，为我们的疫苗没有到位？就是说我们可能需要的剂量跟我们现在到的数量似乎不成比例。这就是问题。对呀，这就是我们要发展国产疫苗的主要，因为现在疫苗是卖方市场，不是买方市场啦，不是讲咱出偌济钱，你钱调个管，伊就随好你啦，不是，都没得打了。对，卖方市场就是说我今天跟 AZ 买 ，AZ 要不要出货给我？是 AZ 他排顺序，是，然后什么时候要给谁，然后再来我们跟莫德纳买，我们买550万剂啊，550万剂，这550万剂到目前为止给我们的比例也不成比例啊。对呀。可是问题是，我们也不能追他，因为他目前自己的厂所出的状况，还有他所谓的一些这个他的外部的这些厂商的部分，给他们压力也都很大。对啊，一直是没货呗。对，他就是没货嘛。没货的话，变成说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也只能等。好，那你说好，现在不是我们没下订单，我们去年就下订单啦。我们去年其实 AZ 就下了1000万，可是你看现在到货量才到多少？如果不是日本来协助我们3次来送我们疫苗，说真的。我们还没有办法有这么多的一个施打率，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必须要靠外交。为什么大家说这段时间总统列做上，总统这一变外高啊？总统负责的国防外交，来个两化嘛，你就是咧变外交啊，就是伫咱上需要帮忙的时阵，人会当伸出援手嘛。美国嘛，互咱250万。这个莫德纳嘛，这不包括我们自己买的哦。好，所以其实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自己知道说，原来疫苗不是我们钱堆得高，人家就会先给我们，因为是卖方在。你像欧盟，他也告 AZ 啊，所以你想毁拢无好运，问题是不好，这个是败诉没有用，因为卖方市场。不是我不理，是我不回，我回不到，因为全世界都在抢货。对呀。然后呢，今天 BNT 因为我那5节白出 B 嘛，白出 B 明明我们在今年本来就可以已经签约的，然后他就说没有，代理权在他手上，所以没有经过他核准是不行的，然后就用了一大堆的理由。好，现在我们这样子迂回转折，然后由这个台积电。还有鸿海，还有慈济，愿意捐赠我们 BNT 1500万。可是1500万这也是政府协助，因为说真的 BNT 他很清楚讲，我就是要政府对政府。对，因为他有所谓的一个授权的问题，他没有授权，没有 EUA 授权，没有这些相关授权，而且最终风险的一个承担。对，没人敢卖给咱啊，因为讲打狗的红狗洗啊，赔的不会洗啊，所以这些变成你一定要政府出面。好，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大家互相民间中央合作，好，怎么去突破？大家都慢慢突破。那你说我们今年我们就先定了3600万剂的莫德纳，因为我们发现说大家比较希望打莫德纳，那因为在去年你还不知道嘛，因为每一家品牌都刚出来啊。大家不知道都谁好谁坏嘛，对不对？那有我们就先定嘛，所以去年我们就 AZ， 然后之后马上又定了莫德纳嘛，结果发现说大家对莫德纳的信心度比较高，所以当然在今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资料跟讯息，我们就提早定明年就3600万剂，对，然后当然我们的国产疫苗除了现在高端已经 EUA 授权了。再来就是联亚，那我相信后面还有国光，因为这3家都是我们政府我们疾管署有补助的，不是只有补助高端，这个现在大家好像都误会说，其他没补助，只有补助高没有，高端、联亚还有国光都有补助，这3家是我们扶植的，我们的这个我们国家疫苗的一个研发，针对 COVID-19 的部分，所以我们就希望说，我们自己国力延伸，因为
你没有自己有国产疫苗，你就是要看人家的脸色。对啊，人家卖不卖你有没有疫苗？对啊，你像我们流感之后，我们自己国产之后，我们现在人人都可以打了。不像以前也是都进口的，进口就是进多少量我才能给多少的这个年龄层的，现在几乎大家都可以了。所以其实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是说我们国家一定要自己有国产疫苗。对，那我要说，其实我们政府 EUA 授权我们有3个很重要的条件。这是卫福部当时候就已经喊出来的，安全、有效。而且我们的效价一定要比 AZ 还高，所以这3个把关，如果我们自己都不相信政府，我们自己当民意代表都不相信政府了，那谁还会相信？对，所以我们认为说这个部分，当卫福部敢去讲这些话，不要忘了他的压力比我们更大。如果今天打国产疫苗发生问题了，他们这些一个都跑不掉。对，不是只有说我们去跟国外买的，跟国外买的是我跟你买的是全部所有相关的 data 都是国外去核准的，所以是国外。可是国产疫苗是我们自己国家核准的，他们压力比我们更大，所以他敢不把关吗？不可能不把关啊，所以。而且他用次蛋白，这个说真的是我们过去是最成熟，台湾自己最成熟的一个疫苗技术，所以这个部分，因为我们不敢选择跟 AZ 或是莫德纳他们同样的一些技术，就是因为我们不够成熟。我们要选自己最成熟的次蛋白。是。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一关一关，不是没有把关，也没有考量，但是现在因为。太多，大家都认为自己专家的专家，就讲了很多。说国民党的立委也都变成好像是疫苗专家，对，大家要变专家，我都觉得说我没那么厉害，我就是相信政府。如果我们都连政府把关这些学者专家我们都不相信了，那我们还要相信谁？对啊，如果民众其实看了太多的资讯，没错，然后都会担心。而且现在 live 非常方便，传来传去的，传来传去，什么是真的？怎么是真的讯息？什么是假的讯息？你真的不知道啊。对。所以当你不知道，你没办法去判断的时候，我们只有说相信政府，而且。不要忘了，我们如果国家可以生产国产疫苗，有这样的一个国力延伸，我们不用再去看人家的脸色啊，我们自己就可以很安安稳稳。而且我也说，现在国民党就很常在打的说他又还没有国际认证。我要跟大家说，其实这个国际认证谁比我们更急？这几家厂商比我们更急，他没有国际认证，只能现在我们台湾 EUA 授权。他如果到明年的时候，可能大家你没有国际认证的话，大家也开始就会有怀疑啊。现在因为政府 EUA 授权，可是你到了明年，一年就不一样，你一直没办法拿到国际认证，当然大家就会怀疑嘛。对。可是重点是，所以我才会说，他如果被怀疑，连台湾的市场都没了，他等于就是整个就垮掉了。对啊。之后哪一家就都没了。对啊，哪一家疫苗公司会自己笨到说拿自己的声誉跟自己的整个公司的未来在跟你在凹这个东西？不可能。所以国际认证他们早就已经都申请了。因为国际认证是要再找第3地再去做一些临床实验的，所以他们早就申请了。所以这个东西他们，而且申请的方向跟 SOP 他们早就在做了。很简单，他比我们更急。当他没有拿到国际认证，第一点他没有办法卖到国外，市场就只有台湾。卖台湾，而且最后是三家厂商在抢。在卖。对啊，那你说你可以抢到多少？你只有靠这个市场，怎么可能活得下去？所以国际认证对他们太重要。好，你时间一久没有国际认证，民众也对你没信心啦。对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环节连带一个环节，一定受到你自己本身的影响更大。所以我都跟大家讲，其实不用你担心，这3家厂商自己最担心，因为他们自己的未来跟这个在打拼，他已经全部都投注下去了啊。他这1、2年全部都是在研发这个东西啊。研发这个东西他投注下去了，结果最后什么都没有。那你想？他有可能吗？所以
我还是认为说，我们现在这个时间相信政府，然后我们打了高端之后，相信。未来对国产疫苗，可能大家的信任感会更高。对，如果我们你们打的话，大家就觉得有信心。对啊，如果我们都不打，我们都不敢打，那谁敢打？对啊，对啊，所以你像那个，我就看到议会，台南市议会有好几个议员，怡珍也打国产疫苗，蔡旺全、周丽江，就那一天议长对都他们都已经都签高了，表示他们说到做到。那昨天我也看到。那个议长的脸书也说他要打高端，所以其实这就是一种带头作用。我相信每个民意代表有责任的是怎么把台湾的国力做延伸。相信自己的政府，不论是谁执政，我觉得都不重要。如果今天我们不支持自己国力，那谁还要支持？所以这是最重要的。哇，婷飞讲完，我相信很多民众都对我们国产疫苗更有信心的啦。哈，好，那婷飞，那你怎么看我们台南市？其实我们的防疫工作做得怎么样？你觉得了？其实因为大概这一次所有的源头啦，大概都是从北部嘛，那我们几个案例几乎都是从北部刚好来找朋友，或是这个孙子啊，然后这个送到南宋啊，北孙南宋啊，对，大概就是有都可以找出它的一些脉络，对，疫调都可以出来，所以其实我们在台南就没有造成很大的一些状况啊，那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说，其实因为说真的，这一段时间你包括夜市也被停了嘛，对，然后夜市还是有受到冲击，那夜市要怎么去协助他们能够再复苏？这其实摊商啦，其实摊商是最近辛苦的啦，对，我点了过后，因为很早在我小时候，爸爸也是就是摆路边摊，所以其实我们都有感同身受，就是说其实就是这些摊贩其实是最辛苦的。那我们的公有市场当然政府可以协助嘛，就是租金的部分。可是这些夜市它私有的，它是没有办法有这些所谓的这个场主有做这样的一个协助，但是这个部分因为是政府去停业的，要求停业的，大家也配合，那是不是应该有更多的一些协助方案？是，然后还有就是未来我们在整个观光的部分，因为台南毕竟就是观光嘛，那观光怎么样去带动复苏？我觉得这个都是要一套一套要赶快配套要先出来。对，或许我们前面因为我们有一些疫调，因为说真的疫调真的很重要啦。现在台北一直还没办法让人家放心的，就是他当时疫调的不确实。虽然那个柯文哲也好，黄珊珊副市长也好说，讲他们没有疫调就是假讯息、假消息。可是我们所知道的，确实是当时的疫调并没有那么确实，所以在一开始从士林养护中心，然后北疫，然后北农，为什么最后这个王必胜要进驻到这个前进指挥所？这个环南市场的部分，其实就是说你一定要切实去做到疫调。所以你看，说真的啦，我们不介入任何，不是说大家都很辛苦啦。说真的，在防疫的过程当中，中央地方每一个人我们都认为很辛苦。可是因为我们就要赶快把它稳定下来，所以我们不希望是口水。但结果前阵子台北市政府就一堆口水嘛。可是我们还是要讲，确实也是那个前进指挥所进去之后。然后慢慢的把这些状况都稳定下来嘛，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说，过去没有做到的部分，然后各县市没有做到的部分，可能疫调，我觉得其实民进党执政的地方可能我们比较好要求啦，所以大家都要求说你一定要做好疫调啦，而且去年其实我一直提醒大家说，大家还记不记得说，在去年。因为还没有进入到社区感染，所以没有进到社区感染的时候呢，基本上还是由中央指挥中心在做整个掌控。所以你还记得每天2点陈时中就是开始给我们看这个对，然后这个案例，然后去到哪里去到哪里，然后当时候就有很多国民党说你为什么没有全部公布，只有公布部分，然后指挥中心就跟你说没有，我们公布的是无法掌控的，我们可以掌控的，像我如果我是
这个有确诊的，我跟这个学姐有接触过，可是这个我交代了。你就是我可以掌控的，我就不用再去公布说，我曾经来到双子星，我不用啊，因为我是可以掌控的。可是大卖场是我接触的人是无法掌控的，对，是没办法，像那种就要公布。所以大家还记得当时候在去年，就是很多这些状况，就是由指挥中心去公布。可是你看，你用头脑想，你在台北市的这个记者会。或是新北市的记者会有做到这么详尽吗？这就是疫调，这就是要让大家知道。然后呢，我如果在那个时候某一个时间曾经有到那里，我要赶快去做筛检，要去快筛，或去做筛检，或去做什么样的一些相关的一些防备的措施。对我尽量，我如果自己知道，我干脆尽量不要跟小孩碰到，或者怎么样。还是我家的长辈碰到。所以这就是让你可以有一个自主管理的概念。所以你看现在几乎这个开始在后半段，台北市政府就有开始做出这种图卡了。对对。那是不是？案例数就减少了，对，所以这个其实是有一些渊源的。为什么在去年我们要这么辛苦啊？指挥中心好几个板子，这个陈时中好几个板子，一下这个板子，一下这个板子，一下这个板子，就是把那个疫调的脉络，把它很确切的跟大家告知。对，所以其实疫调真的很重要。所以我们也确实在民进党执政的几个县市，疫调说真的都做得很好。因为直接要求啦，你疫调做料博后你是砸我们自己民进党执政的招牌，所以疫调因为大家做得好，所以呢，我们有把它暂时把它都稳定下来，但是后续的，就像我讲的，后续如何把每个县市它的特色特点把它展现出来，然后呢，怎么让人民能够在安全的状态之下，可以回流到我们的经济市场面，这也是我们后续其实各县市包括台南市应该要积极而为的地方。好，那最后问亭妃一个问题，因为其实这样子这一波的疫情啊，让这个民进党其实民调有下滑，那你们觉得会不会影响到后续的那个市长啊、议员的选举呢？其实真的在这一段时间问我们最多的就是这个问题，因为太多的民调，所出现出来的都对民进党其实是不利的。对呀，因为大家只要一波民调就会问一次，一波民调就会问一次。但是我认为这就是参考值，因为基本上执政的政党，你就要承担所有的一切，对，这避开不了啦。再怎么厉害的人都不可能说你这么厉害，那个明明就是已经前面在挥手处不要各位当中没代志不可怜，那个就是一体的嘛。对，就是说整个疫情已经爆发了，大家一定会把这样的一些所谓的责任会加注在执政党的身上嘛。不论你去年做得多好。可是毕竟现在是发生了，对，然后呢，又影响到整个产业的发展，又等于很多的产业都停滞了，那这些的抱怨，这些的不愉快，也一定会转嫁在执政的政党身上，没错，这一定的，也不可能说我可以把它切得很开，不可能啊，谁在执政谁就要承担啊，但是我觉得这是参考，这是参考，我们不能说这样子我就不做，是你要做的更多，对。你要重新找回人民对政府的信任感，没错，人民的信心，所以我们才会说纾困，然后防疫的稳定，然后再来振兴，这3个阶段都一定要步步到位，对，而且这步步到位，不要忘了你的说法，而且你的解释、你的做法，一定要让人民更有感。因为不要忘了，现在已经要接近明年的选举了。哇，在野党一定会泡轰你，而且就是挑你的毛病。而且甚至或许他自己知道做不到，因为他曾经也是执政党，国民党也是执政党过嘛，他也知道一定做不到。可是他会讲出人民喜欢听的话，这些都是我们要去面对的啊。那你怎么样去把这些人民喜欢听的话，然后戳破
国民党的真面目、假面目，全部就把它一次的拆开。这个是我们要去努力的。可是，当我们没有找回人民的信心，这些我们是做不到的。我们找回人民的信心、信任感，让人民觉得说啊，对啦，你做的就是对我上好的啊，你已经是做尽心、做尽力在做啊。我们有感受到了，感受度是最重要。没错。所以我们1次2次在提醒行政院的，就是说，没错，我们是执政党的立委。可是我们更需要的是让人民对我们有感，不是你今天所做的你都是对的，你要适时去调整。所以为什么叫有滚动式的检讨？对，不是就是一成不变，随时变，然后国民党就会讲，你看我们讲的他就改了，绝对不是这样子，是一开始我们就要求他要滚动式的检讨。因为每个状态都不一样，你很难用一个方式去面对所有人的需要，去弥补所有人的损害，不可能，所以你一定要做滚动式的检讨。是，所以他现在从3.0、4.0，现在到纾困5.0，所以就是前面没做到的，就要再做后面，再去补强，绝对没有因为谁听了谁，而是大家共同把这样的事情要做得更好。然后再把振兴一样再纳进来，所以不管现在的民调如何，我还是要提醒行政院，不管现在民调如何，你就要更把心放下来，而且更把头低下来倾听。你听得更多，你才能做到更好的决策。对，你只有接受到人民更多的意见，你才能真正让人民体认到政府是跟他们站在一起的，那你的民调才可以回啊。对啊，就可以回升。否则我说真的，那等于大家就绑在一起，一起跳下去。这个我想，这个绝对不是人民能够接受的。我们要的就是大家一起把整个从纾困、疫情、振兴每一个阶段做好的政府，有信任感的政府，对，有责任感的政府。能够让人民有安心的政府，这才是我们要的。那这样子做，民调很快就回升了，就不会有所谓的明年的效应嘛。你很快回升的话，大家重拾信心，而且人民说真的，现在的感受度其实高下，都在一瞬间。对你的信任感，只要你做得好，民众不会吝啬给你掌声。这就是现在非常直接的反应，因为我们的所有的群组啊，或是一些这个公赖啦，这些通讯团体，对，通讯团体都非常的发达，所以他不会吝啬给你掌声。对，可是当你做不好，他也不会吝啬，他也会给你嘘声。就是这样，而且就是这么快，一上一下就这么快。不会有任何所谓的同情说啊，缓一下，不会，因为快与慢就在于我们自己的行政抉择。是，所以后续啦，好好把我们这个后疫情时代有一些工作，像廷飞讲的那些都做好。那我们也希望廷飞好好去帮我们来做一个监督的工作。那相信说，你做得好的话，人民自然就是给你鼓掌啦，对不对？好，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陈廷飞委员到节目当中，谢谢你，谢谢。对，然后大家一起加油喽。好，那我们市民新生节目在这里告一段落，我们再会。